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10月19日，曾为吹哨的人，以西结书3章4到27节，其中第20节这样说道：要是好人离开正路，开始作恶，我要使他遭受危险。要是你不警告他，他一定会死。他要因自己的罪而死，我不纪念他做过的好事，而我要向你追究责任。今天来到的经文是继昨天我们看到3章的1到3节，以西结将神的话吃进去以后，他真的感觉到那个上帝话语的这个甜美。但是我们读了上帝的话语的甜美，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好而已，而是神要来呼召我们，要去被差遣到那悖逆被掳的以色列那里去，要完成一个任务。神很明确的告诉先知以色列人的这个悖逆是耳尖心硬对神的信息比外邦的人还没有反应。对这样子没有果效的侍奉神早就知道，但是神仍然定义要发出这样子的声音，要让先知去说，去劝告。那他也安慰先知说，他们不肯听从你，是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不是拒绝你哦。因此你不需要觉得自责或者是沮丧。那么因此同时，神也给先知一些应许去面对这些艰困的事情。那么就是神先给先知他有去感受到那个神的美好。我们可以看到先知后他后来所领受到那个震动轰轰的声音那是称颂神荣耀的声音。第二个是呢，是活物从天上用翅膀发出回应的响声。第三个，先知被神的灵举起来带走，神的灵在他身上大有能力但他这个灵性很激愤，被激励，可是他心里甚苦。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卷入到神的感情里，他卷入到神对以色列的那个义怒中，使他的情绪有负荷过重的感觉。然而神了解先知的软弱，他因此并没有要求先知立即来行动，而是让他感受神的义怒和为百姓悲惨这交杂的情绪中可以有个缓冲的时间，也就是等待7天的时间。我们的主真的是很奇妙，他其实知道我们的软弱，但他并没有停在这里说，好吧孩子，你就是很软弱，好吧，就让你软弱吧，我就知道你会软弱，好啦，你就放你啦。不是，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他会透过这个软弱让我们经历，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自己脆弱，而来接受主与我们同在，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就像继续经文，神设立了以西结为守望者，很明确的指出他的职责。我们知道过去在打战的时候，一个城池他一定要有个守望者，就是高高站在那边看敌人是不是来了，来警告这些居民。如果他没有警告，造成城内的死伤，那么他必须要负责任，他要偿命的。那神用这样来比喻，要求先知要去警戒这些恶人而且真是要让人真的醒悟过来如果这些人民不警戒，没有反应，那是自己要负起这个责任，而去警戒的人不用负这个责任。但是你若不说出来，那么你可能就这个要对神来负责任了最后在经文里面，神的灵将先知带到平原那里去使他经历这个先前的荣耀异象然后他要面对的一个就是他要被关在屋子里，被捆绑起来，
而且舌头呢贴上往上膛，要当作是这个哑巴。心中充满神的话却是不能说，直到神吩咐他能够说，他才能够传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神真的是让我们先恩典够我们用在我们要去面对很苦很难的这些挑战的时候，他会让我们先有神的这个荣耀让我们真的是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以致我们遇到那困难的时候，我们真能够不断的回顾说，主我知道你的美好，主你未曾应许我走一条容易的生命路，我们处在那个险恶中，但是主，我们愿意为你而活，积极活出那个正确的道路，是主你托付我们的。因为神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活出顺服的这个生命。在生命的过程中呢，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美好，但也有那个软弱失败的时候。那么我们不因为这样子而离开神，而是我们要积极抓住神的应许让我们自己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去经历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当然我们面对这世界的态度，我们真的要学习以西结融入到神的那个感情心情里面，体会神对世上的人的那种心。当我们得罪神，神的心真的是很痛，但是神就是呼召我们，让我们跟他一起在这世上来工作。不是神不能，不是神自己一个人不能完成，而是神呼召我们跟他一起经历这一个同工，因为主应许要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生命因着神的同在，我们这短暂的生命去参与在他那永恒的这个荣耀里。我们要感谢神今天就是今天我们的生活就只有这一天24小时，我们也要跟神一起同工，我们一起要来经历神如何在这个诡谲多变这个败坏的这个世代中，仍然是可以成为那永远最后的得胜者。我们愿意跟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应许给我们够用的恩典，面对许多的困难跟挑战，谢谢你应允赐给我们勇气，以及你与我们同行的应许。或许我们不行，但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就行。恳求你帮助我们在关键的时刻说出主你真理的话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活出顺服上帝的生命，那会是一个很精彩的生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也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我们明天见。